曾经的十里情怀，不输千里山大。假使太平天国一把好的光，大家一家起。南京历史浪向碰着过3次大屠杀，南北战辰光后金之乱，30年代日本鬼子，和太平天国的杀伤力比起来，是一个水里头碰上原子弹。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门票30块，想想不感兴进去。一份曾经住在里向的人一把好，守着远靠，能现在还是东半球最大的城市。谁说上海卖出来，还顶多守最下头一个原籍市。想想吧，毕竟是南京第一个工地园林，还称金陵第一园。头男子一日30块洋钿，臭他！从朱元璋的后王府到四大的元帅府，再到东王杨水清的兰口，天津市边的辰光，一只院子里一夜之间死脱子3000个人。中华洪水前从广西开始传翻，加之上帝的名义，硬劲讲自家是亚述的小儿子，侬一帮没好弄懂的农民把个骗得了头走。有的一日他要吃白浪汤，还不是跟你吃焖肉面。从广西打到南京，从红土地打到金水江南，挨个出来做个第一桩事体，谁是太子88个高支部。最荒唐的是，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，但是规定老百姓夫妻台里不许坐了一台。革命几辰光胜利，几辰光突然。猪头那还讨得来人心，铁丝网那还割得头亲情。想想冷战辰光的北陵墙，想想红色街面的集中营，靠山搿些辰光的洪水前，来在路的国教大是成败不拉，太子66个高支部的东王杨水清，几个头发上山，几年不发一张战书。再有那还光荣牺牲的，但现在还分弄清爽，这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。辣海历史案犯的14年里向，全中国的人口减少至1/4，死脱的人比2次苏高大战高起来还多。反过来，黄杨东至2700个，连数字数无法转之光。谁说到最后，洪水前的死人，北清军切成3块，装了大派的一飞冲天，历史也没办法改变。只还希望北地之外的家乡，有朝一日重登巅峰。一个曾经辉煌的地方，不可能永远沉沦。关键时刻还有海的制度。